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7日，诗篇66篇30安尼讲，就对上帝讲，你的所做到遐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。三甲来祈祷，所做到遐通惊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向你的百姓施行救赎，搁定着你所立的约，直到永远的信实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是至高至圣、至大通敬畏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世间人是啥物？你竟然笑脸伊。人的囝是啥物？你竟然眷顾伊。主啊，阮的性命不过亲像土粉，阮的年日不过10000年久，你竟然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手救阮脱离一切的罗网，求你予阮脱离对敌的手。主啊，因为阮要安尼讲，你所做到遐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属你